女神配對計劃好收得，而家開拍第二季，繼續由金牌媒人林盛斌阿 Bob 做主持。大家好啊，我係 Sadona，繼續講娛樂八卦。中意我嘅網友麻煩俾個 like，免費訂閱支持我嘅廣播，多謝晒。無綫官網正式公布5大參與配對計劃嘅女神名單，分別有郭佩文、陳若思、余可晴、阮嘉敏同何佩嘉，並廣邀全球自覺有條件、有膽識嘅男士加入追女神嘅行列。郭佩文最後生，得25歲啫，嗜好相當另類，中意睇相，有可能第日撈埋玄學，出咗名，容易揾食啊！陳若思憑借正義女神人氣急升，佢嘅擇偶條件係首先要睇八字，相當特別啊，好傳統，好似大妗姐咁。余可晴做咗東張西望一段時間，夠搏成功入屋。外表 lady 嘅佢，男仔頭性格，佢話同男仔好玩得埋。我記得呢句話當年蔡思貝都講過啊。何佩嘉5個入邊最高㗎，成1.7米。之前公開承認已經單身咗幾個月，飯飯都啱，唱歌、跑步、散步、打坐、睇戲，講到明啊，中意照顧另一半啊，成個大家姐咁喎，暫時聽落去唔錯噃。阮嘉敏拍內地短劇之後紅咗，出劇就叫做瘦一斤、賺一斤，約哭前任唔過癮。都幾翹口啊個名，有冇睇過啊觀眾？睇過嘅網友麻煩分享下好唔好睇？單身時間長達1年半，自認係工作狂，不過嗜好竟然係做家務同洗碗喎。哇，呢個正啊，呢個正啊，又中意揾錢又顧家，暫時嚟講啊，呢個領先半個馬位啊。郭晉安舊年靜靜雞離巢做脫毛者，結束同 TVB 多年嘅賓主關係。最近好耐冇見佢啊！近日佢出嚟接受訪問，話自己本身當生意都好忙。佢同家姐之前間保健品公司喺香港上市，再加上佢前妻歐倩怡離婚之後接受訪問，講啲嘢騎騎咧咧。有興趣嘅網友自己上網重溫翻嗰陣時佢前妻嘅訪問下。咁我諗郭晉安都係刻意潛水。另外佢話忙住搞藝人網球隊，返內地打慈善友誼賽，就好似明星足球隊咁。之前聽阿叻哥講，佢自己自爆話佢隊波揾唔少錢喎，踢村超出場費都好勁噶噃。咁問到郭晉安目前嘅工作近況，佢有咩安排？佢就話自己暫停拍劇啊，想唞下。咁講真啦，以佢而家嘅身家，拍劇就真係叫做為興趣啦。係佢出嘅可能都係為咗宣傳下自己嗰啲保健品嘅啫。洪永城、黃翠如呢對旅遊節目銀幕 CP 7年之後再度合體，佢兩個好鬼有火花㗎。嗰陣時睇佢呢，以為佢兩個有路嘅。最近現身機場，準備出發拍攝無綫全新節目，走過歷史大地，瞬間勾起無數觀眾嘅回憶。佢哋之前嗰出走過烽火大地、浮華大地都好睇，不過旅遊節目最經典，梗係要講係向世界出發，或者係尋找他鄉的故事啦。近年兩人各自已經成家立室，加上 TVB cut budget，好少可有機會出國拍攝旅遊節目，最多去拍大灣區啦，好似阿家燕姐、江美儀咁。洪永城話自己今年驛馬星動，密密出埠，做咗老豆老母之後啊，佢同黃翠如兩個人諗嘢都唔同咗啊！佢哋唔係一對㗎吓。黃翠如係同阿蕭正楠啊，佢話做咗24孝父母之後呢，今次出發啊，1個月啊，拍攝行程要成個月，未出發呢已經掛住對仔女啦。